啲地標嚟㗎，呢個旺角。都話旺角匯豐大家都知嘅，等人地方呢度等，睇下貴人幾等。年代經濟持續發展，而香港因為有港口之利，進出口貿易相當蓬勃。而旺角分行就喺1968年搬到現址之後，一直被視為九龍地標之一。之後，香港經濟急速發展，百業暢旺。但係唔中意過嚟啲人，唔中意買過嚟，咁麻麻地，麻麻地。多層樓，幾靚啊！整嗰個電腦啊！佢係今朝整牙，整得好舒服，佢翻去都瞓覺。佢係補牙定咩啊？補牙。哦。而匯豐銀行早喺70年代已經進行帳戶電腦化，為客戶提供快捷嘅銀行服務。而1985年，匯豐為企業推出全港首個工商電子銀行服務平台 Hexagon。嗰粒攬啊，你都有啊？有我睇出嚟。遲啲轉盤喎，轉個好扁嘅，好快嘅。時至今日，好多唔同嘅銀行服務咁已經可以全面網上處理。擺手出嚟，即係唔覺啲嘢出嚟。80年代之後嘅一切，相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。
匯豐銀行成為香港人最信賴嘅銀行。而旺角分行亦都成為旺角區內市民同商戶嘅好鄰居，大家理財上嘅好夥伴。匯豐旺角分行一定會繼續繼往開來，成為大家理財上嘅最佳選擇。非常的精彩，感謝高老師你精彩的表演，謝謝。Once again。